3001個月，我的心通都的圈，屋租水電費交完，留不低一星半點。當初許過諾言，黃道大志要每個實現，如今卻每天掙扎，太過心酸。但是老闆都很賤，還想加班加點，看到這副嘴臉我就發癲。人其實多麼需要錢，冇錢一切怎樣算？柴油鹽米酒煙，加重責任擔於良肩。抖音。